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平安。真欢喜今日甲大家做伙来敬拜上帝。今日要甲大家做伙分享的是以色列的先祖雅各的故事。雅各甲上帝有两届相拄的经验，两届拢是发生伫暗时。头一届记载伫创世纪28章，当时伊头一届要离开故乡。要行入人生的路途，伊为拔示巴行入哈南。伫遐讲起暗时，摕一个石头做枕头，困去以后，梦见有一个天梯、天使伫遐起落来。上帝也伫遐伊显现，甲伊应允讲，伊要甲伊同在，祝福伊。册起来以后，雅各讲，上帝真正伫遮。我竟然唔知，这个所在何等通敬畏？这就是上帝的厝，是通往天堂的门。起来了后，将迄个石头来做翘起来，变做一个条，点顶头蓝油，改号名叫做伯特利，意思就是上帝的厝。今仔日还有真侪教会。真爱用这个名做教会名，伯特利。雅各的天梯也成做一个象征，代表咱甲上帝中间一种礼拜的关系。不过，迄届经验对雅各拄拄开始那定，因为雅各的人生还未展开，伊嘛还未真正经历到人生的挑战，也毋捌真正甲上帝当头对面。也毋知影上帝恩典会当带予人改变的气力，一直到第二届相拄，就是咱今仔日所读的经文，伫雅博的渡口，伊甲上帝，还是上帝使者伫遐相拄。伫这个故事内底，雅各甲上帝相演，结果后来伊就甲这个所在号名。叫做便以利，便以利的意思就是上帝的面。伊的意思是讲，我甲上帝面对面相拄，竟然性命得到保全。面是一个真趣味的概念，咱看到人，咱捌人，咱拢是对人的面开始来捌人。面这个概念。伫东西的文化内底，也有无同款的传统。咱想到西方的传统，咱想到是迄个面具，迄个面具。伫古典时代，伫希腊罗马人的文化内底，因暗时会去看迄个戏剧，有时是悲剧，有时是喜剧。伫戏剧内底，往往一个戏剧只有2、3个演员。总是每一个演员会扮演足侪角色，所以当迄个演员出来时阵，伊挂一个面具伫伊面头前，咱就知影讲伊怎要演倒一个角色。所以迄个面具渐渐就发展做代表一个人的这个概念。拉丁文面具是 persona， 后来 persona 这里就发展做今仔日心理学在讲的。personality， 咧讲人格，一个人的人格就代表这个人，所以这个伫西方的文化内底，因真爱去思考人的外在甲伊内在人格特质中间的关系。有时阵，伫西咱有时嘛有这种经验，一个人普通时看伊嘻嘻哈哈。突然变做足正经的型，咱就甲讲，你莫阁假啊，你莫阁假啊。讲法就是讲，敢若讲，你就是种人，就做迄种人安尼，有时咱会讲，这个人会戴假面具，互人看袂到伊真的性情是啥物。所以伫西方文化内底，学了一个人，讲这个人是正直的人，这个人是
诚信的人，会讲这个人是一个有 integrity 的人。integrity 就是讲这个人啊呐，伊的表面甲伊的内在是一致的。伊是一个内外一致的人，是一个言行一致的人。这种人去用学落做正直的人。伫咱东方的文化，咱有另外一个概念，咱讲民主，民主。台湾人受华人的文化影响，咱有这种爱民主的文化。那民主好有够，代志就好做。那叫人失民主，哇，有啥想尽办法要讨转来安尼？100几年前，头一个来咱台湾统治台湾的文人的行政官，这个后陈新平，研究台湾人的性格了，讲出一段真趣味也真出名的话。伊讲台湾人惊死、爱钱、爱民主，这三项呐，我都甲治，就有法度甲治理。讲遐不加准，不加准。人爱民主，台湾人真爱民主。总是民主是不是就解决所有问题呢？俗语讲，民主互你赢，内底才输去，内底才输去。这嘛是咧讲同款的代志。外口甲内底有一致也无，人有诚实、真实，看家己也无。东西方文化用语无同，总是伫这个对文化分析有真同款的所在。不管民主、民句，这拢是静态的概念，就讲一种表面。这个概念若甲换做动态，就变做动词。动词就是一种互动的关系。咱讲见面、相拄，相拄会着。拄啊，咱个大语圣经，甲雅各甲上帝相拄这个概念，甲讲当头对面，当头对面，这是一种动态的概念。今仔日雅各的故事内底，这个见面一直出现，这个动词一直出现，我感觉这个非常有意思，会让帮助咱也通过雅各的人生，帮助咱来思考咱甲上帝的关系。雅各人生的故事相当复杂，也真戏剧性。咱也真正要甲伊的故事完全读到尾，为头读到尾，爱为创世纪25章，一直读到35章，拢总有11章，拢在讲伊的故事。不过咱今日有读一段短短的经文，何西阿12章30到50节。短短啊两节，将伊的一生敢若做一个浓缩的描写。何西阿安尼讲，因的祖先雅各还佫伫母体的时阵，就甲伊的兄哥以扫相斗，大汉了佫甲上帝相演，甲天使相演得到赢，天靠天使祝福伊，上帝后来。伫伯特利对着咱的先祖雅各对伊讲话，其实咱今日无搁读落去，到12章12节，搁有加一段嘛是描写伊讲，先祖雅各由南去到美索不达米亚，为着要带某伫遐替人雇羊，替人雇羊。所以咱若甲这几节甲斗做伙。雅各人生大概就是下骹这几个动词尔，头一个就是讲伊掠掉兄哥的脚后边，逃走，服侍人，雇羊，相演，得到赢，天靠。咱来甲分析起来，雅各人生有两个面，一个面就是拼命追求，想要得到伊所爱。掠条无要放，这实在真生动的一个描写这个上生啊要出世时阵，兄哥咧头前要出世去甲靠顶甲揪掉，你感觉要甲揪在后壁去换做伊要是想要生出来安尼这真明显了表现出
雅各的性格，一生就是安尼，想办法要去摕到伊要伫的。总是另外一面，咱看见伊用的方法拢是有问题的。吼，伊的人生得走、欺骗、爱靠，啊，想办法得到。今仔日故事，咱读到32章的所在，雅各拄到人生最大的危机。少年的时阵欺骗兄哥以扫大囝的名分，后来搁较欺骗对老爸遐欺骗伊的祝福。一个用欺骗来出身的人，要怎样来面对伊一生中间互伊欺骗的对象啊？就是伊的兄哥。32章一开始讲到雅各的做法，伊先派伊的罗伯去，真姿势真佳，派这罗伯去甲伊的兄哥请安，讲你的罗伯雅各伫遮，我去咱的母舅拉班遐得到真大生活的丰富，但我有羊有牛有罗比有罗伯鲁比，我怎啊派人来甲你报告我的主人？为着你会当赦免我伫你面头前，望会当蒙恩。伫遮雅各那真用谦卑的态度，要承认伊过去有错误有欺骗，认伊的兄哥以扫做主人，望用见面礼，送伊见面礼，物质上要来赔偿当初伊的兄哥的损失。结果罗伯特转来报告，哇！迄个短短啊一段话描写了足强的啊。罗伯甲雅各报告讲，我已经拄到你的哥哥以扫，伊已经出发，带400个人要来甲你相赌，要来甲你相赌。咱若读这段经文，咱就知影相赌伫遮的意思，就是要甲你算账的意思啦。带400个人。大军队出发啦，吼！这样代志马上互雅各大惊吓，吼！32章第7节，伊马上搁落去想办法要解决问题，将伊所有的财产分做2批，头一批放在头前，第2批在后壁，伊家己才是上尾的所在。32章21节遐讲，我要用这礼物得到伊的欢喜。望见面的时阵，伊会当赦免我。读到这，咱未免停落来想一下雅各的个性。雅各伫遮这个做法，为着是什么？是毋是佫另外一个欺骗？还是伊想要真正甲兄哥佫好？雅各的人生是真复杂，伊毋是一个英雄的人物。伊的人生毋是真出脱，无亲像亚伯拉罕、以撒，还是约瑟，拢是真英雄性的。伊运气袂歹，会当得到财富，事业也常常成功。用咱今日话来讲，有小聪明，这个人有小聪明。总是伊的人生呢，拢是去互人控制。少年的时阵，互老母控制，伊老母强势控制伊。后来去挖伊的母舅，搁去互伊的母舅甲伊控制。咱人讲雅各的人生，其实毋捌真正活出伊家己。犹太出名摕到诺贝尔奖文学家这埃利维泽尔写一篇描写雅各的个性的文章，伊认为雅各其实足内向，个性真内向，无自信，温和，甚至真软正。互咱的印象上深就是足爱哭的，拄着老阿舅马上哭出来。后来咱看他读到甲伊哥哥相拄，两个人嘛是相揽伫遐哭。有些规定人做伙时阵，人甲斟一个，所有人拢做伙伫遐哭安尼吼。伊是一个即种个性的人，毋捌想要
开创家己人生的路，伊差不多是一个无性格的人，吼，咱讲无性格的人，吼，总是咧伫迄个人生困境中间，用欺骗找出一条家己的路。所以雅各是一个需要改变的人，伊的人生行到这，应该是需要有一个新的开始。确实伫今日故事内底，上帝转化雅各，互伊经验到上帝恩典的馈赠，互伊一个新的信仰身份，互伊名叫做以色列。第二字通讲就是雅各人生的转捩点，伊要成做一个新的人，成做上帝恩典引出来的人。所以，为这个角度，咱倒来看，这个时阵的雅各，伊确实应该是想要甲哥哥好更好，总是伊想要甲哥哥更好，伊想的办法，也阁是用人的思考做出发。伊想到上帝，甲上帝求。32章90到12节的中间有真长伊的祈祷文，伊甲上帝讲：阿伯拉罕的上帝啊，以撒的上帝啊，你搁再来甲我应允，来甲我祝福，讲我的子孙啊，亲像海沙遐多，你应允我逐项代志拢要得到你的祝福顺利。当我面对我的兄哥，求你救我脱离我兄哥的手，我足惊伊甲我攻击。将我的母囝拢杀死。这个祈祷表面看是敬虔的祈祷，事实上也阁是雅各旧的雅各迄个内心，迄种想办法来解决人生的困难。咱毋知人生信仰道路有这种经验无？可能是咱无一定遐尔啊认真咧甲上帝祈祷。拄着足困难时阵，咱就出声。上帝啊，就这关啦，这关若过，我人生就 OK 啊。上帝啊，拜托，互我过这关。雅各到这个所在，伊的做法也阁是想要通过上帝帮助伊过关的心态。伊毋知影做问题，毋是用这种协商。一种咱讲所以天要解决问题的方法，做问题只有定心伫上帝面前经验的恩典，做才会当得到解决。安尼到底伫这个河边发生什么代志？咱来斟酌读经文，咱今日读22节开始讲，迄天暗时，伊就带两个某两个迄个细姨甲11个囝过河，当因过河了，搁伊将伊所有财物拢送过河，家己一个人留伫后壁。换一句话讲，所有物件我咧河里边，剩伊家己一个人留伫河的这边。这个动作表示雅各有所期待，伊知影伊人生面对挑战，这个时阵。无可能阁倒撇，伊确无上帝帮助伊。面对兄哥一生会上大的疼，应该是上亲密、上疼兄弟，却成做互伊上惊兄，无法度面对的敌人。惊兄罪恶感充满、孤单的雅各，家己一个。伫河边的所在，咱相信伊一定伫遐咧回顾伊的人生。伊想起过去伊所得罪的人，伊捌甲兄哥冤家、爸母中间失和，通过老母帮衬去欺骗兄哥、欺骗老爸，后来偷走去马墘遐做工，去爱着伊的第二个某袂结。却强迫甲伊的大某结婚，虽然伊无爱伊，伊尽心服侍伊的阿舅，靠伊的小聪明得到伊的财产。总是这一切
拢无互伊得到真实的平安，也无互伊人生感觉到讲坦然。伊内心充满困扰、惊吓、烦恼，甚至毋敢行过去。咱简单讲，雅各是一个无法度面对家己的人，无法度坦然面对过去迄个家己的人，因为伊的人生对欺骗无真实、靠手段所得到的人生，无法度成做伊生命的福气、平安的源头。讲落去故事有一点仔神秘，无真容易了解。讲有一个人就来甲伊相演，一直到天曝光。咱故事的最后，咱都毋知影这个人是啥。雅各甲问讲：“你叫什么名？”伊甲讲：“米塞问我的名。”你啥物问我的名？总是这个故事内底，伫一个神秘的气氛中间，互咱感觉到这个人无简单。伊的力稳藏伫后壁，伊后壁有神圣的气力，伊知影一切，伊有一个神圣的启示伫个后壁。雅各嘛渐渐体会到这样代志，愈甲伊相演，愈知影伊爱对这个人求。表面上看，这个人无法度赢过伊，却会当主宰伊的命运。最后雅各甲伊求，你爱甲我祝福。迄个人知影赢伊袂过，就伫伊的大腿骨甲拍一个，甲扇一个，伊的大腿骨就抓着。雅各一生，咱知影后半生变做一个摆卡的人，一摆一摆。总是这个摆卡，成做一个稳定的记号，留伫伊的生命的中间。这个两人的对话，短短尔透露出来对真要紧的信息。伊甲问你叫什么名？我叫雅各。迄人讲对待以后，你无要阁叫雅各，因为你甲上帝甲人相演拢赢，你要改名做以色列。咱若倒转去看何西阿12章，嘛是用这两个名做起头甲煞尾，开始讲雅各，到尾啊，甲叫以色列。雅各甲以色列这两字，希伯来文的原来意思，互咱透露，互咱小可了解这个改变的内容是甚物。雅各、雅各有可能的意思，就是阿克，就是卡牙条的意思。所以根据创世纪描写伊出世的时阵，老爸老母因为安尼互伊名做雅各，因为牙条咧，无要放牙条咧。总是希伯来文有另外一字音足成，叫做阿卡，是欺骗的意思，欺骗的意思。所以当后来雅各骗人以后，伊的兄哥讲，原来伊的名是欺骗，是欺骗。所以雅各这个名有相似这两个意思，一个是要得到、要掠到，另外一面用欺骗的方式来得到。这代表的是一种人的自我中心的人生。我想尽办法，会当满足我的需要，用尽各种的方法。以色列这里无同款意思，但是真诚。以色列希腊文撒拉，意思是上帝替咱相演，上帝替咱相演，有一种坚持到底的意思。咱若甲这两字放做伙想，雅各、以色列，雅各是要掠到以色列是相演。两个有足成的所在，拢是要争取、要去奋斗、要去得到的意思。总是旧的雅各内底有欺骗，有自我中心。以色列代表
是上帝为着你来征战，上帝为着你来奋斗。这中间上大的差别，就在于上帝恩典介入伫伊的生命内面。总是雅各还佫伫咧哦，旧的雅各并无去，虽然新的以色列已经出现。好，上帝这个过程中间，那亲像咱的信仰经验同款，咱每一个人拢是伫旧的人要成做新的人的中间经验着上帝恩典。经验着上帝恩典，并无代表咱旧的人已经完全无去，完全无共啊。旧的性格、旧的本质还佫伫遐。总是上帝甲咱做一种的转化，上帝伫遮主动出来甲伊相应，伫过程中间除去雅各内面歹的物件，将伊的欺骗、将伊的自我中心、骄傲甲摕掉，将伊的恩典放伫伊内面，提醒伊上帝若替你征战，上帝若甲你做伙相应。你所追求的，就要得到。除去你的自满，除去你的骄傲，学习倚靠上帝恩典，放手予上帝来引带你的人生。所以，咱倒转来看这段的故事内底的小演，雅各哪真像赢，其实嘛是失败，因为已经不是原来的雅各。上帝将面接纳伊，肯定伊的本质，知影伊想要追求、想要去得到的人生，总是另外上面上帝圣伊的大开具，互伊变做摆骹的雅各。摆骹这个雅各变做一个稳定的记号，留伫伊的身躯顶，变做一个印记，互伊提醒伊上帝恩典已经甲伊伫咧。以后的伊不是伊啊，是以色列，是迄个愿意互上帝陪伴伊去奋斗的新的人。圣经描写天光的时阵，雅各定身出现伫舞台。这个雅各一摆一摆行起来伫台仔顶，已经是一个新的人，名叫以色列。身躯带上帝恩典的记号，总是旧的雅各的性情，还佫伫内面，不过已经承服，咱讲承服伫上帝主权的下面。读到这，咱若佫读落去，就知影故事的结果就足简单，就解决啦。到33章，咱看见雅各向前行。伊的兄哥以扫来甲伊相见面，33章40讲，以扫走来迎接伊，甲伊揽，甲伊亲，两个人拢伫遐哭。咱看旧的雅各佫伫咧，吼爱哭的雅各佫伫咧。总是佫落去，新的雅各出来啊。8节到11节，雅各讲，以扫讲，你头前送我遐物件是咧创啥？雅各讲，这是要做见面的礼数。以扫讲，小弟，我什么拢有啊，你的物件你留咧吧。雅各讲，无，你若欢喜我，请接受我的礼物。你安尼恩待我，我看见你的面，就亲像看见上帝的面。请你接受我的礼物。上帝一向仁慈款待我，赏赐我所需要的。哇，这段话非常的水，通讲人生的结局无比这较好的啊！雅各人生最大的危机，转做伊的人生的转机。伊甲兄哥佫好，毋然你两个人哪亲像拢浸伫咧上帝恩典的光下面。两个人拢讲的是恩典的话，两个互相用恩典相款待。特别雅各讲的迄句话，互我真深的感受。伊讲我看见你的面，就亲像看见上帝的面同款。等
当雅各甲上帝长头对面，伊就会当甲兄哥长头对面。看见兄哥时阵，就想起上帝迄个温暖的面容。伊甲兄哥就伫遐好好。信仰的行动带来一个水的结局。各位兄弟，今日的故事，互咱有甚物款的启发？咱拢知影，信仰的本质就是甲上帝相拄，有机会经验到上帝甲咱长头对面。甲上帝长头对面，无一定是欢喜的经验，有时阵是真痛疼，因为咱人有罪，所以信仰的危机嘛是一种转机，转机嘛是因为危机来的。总是当人愿意甲上帝长头对面，迄个长头对面要将危机转做新的机会。当咱真正甲上帝长头对面，咱就有法度看见咱家己，甲咱家己面对面，甲别人面对面，嘛甲世界面对面。这就是基督徒人生上要紧的一个特性。因为咱经验过甲上帝相对的经验了，咱就会当坦然面对家己、面对别人、面对世界、面对咱过去所有无正当的关系、错误的过去，交咱真烦恼的过往，会当重新开始。虽然咱可能卡一摆一摆，总是这个温暖的记号要陪伴咱。用新的一个身份来行头前的路。今年真侪人拢在讨论今年咧放的一部电影这个是18世纪法国出名的作家雨果写的小说《悲惨世界》Les Misérables。真侪人爱听音乐，真侪人爱看这个电影的故事。从这故事真有意思。雨果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也是一个活伫18世纪迄种浪漫主义的时代的人。当然，伊的基督信仰也是伊创作真要紧的源头。当时的世界充满制度无公平、法律无情、真歹环境中间人吞大人。所以，伊用这个复述讲，这是一个悲惨的世界，悲惨的人，人拢活伫悲惨中间。上面雨果真同情当时遐革命家，同情遐想要参与伫政治改革的人。总是伊最后的答案，并不是在于革命的成功，也是制度会当完全改变。伊倒转去到上基本的人性的中间。伊用一个人去互上帝温暖改变，互一个人头一届经验着疼，迄个疼互伊改变，带动一连串疼的改变。而且讲起雨果伫伊小说里讲起，人若真像只有真正伫基督温暖内底，才会当经验着真正自由，才有真正找到人甲人中间真实的对待，人的尊严、人的水、人的善，拢会当伫迄个中间得到恢复。主角Jean Valjean伫主角的眼中，头一摆看到家己。过去19年，哪真有野兽伫中间，人甲人中间，人食人，人咬人，彼此用恶对待，总是伫迄个主角Jean Valjean的眼中。伊看到真实的家己，知影伊也是上帝创造所疼的囝子，看到家己灵魂嘛是可贵有价值的。借着主角Jean Valjean看见上帝面，也看见真实的家己，然后伊改变家己，伊的疼就带来一连串疼的改变。各位兄弟，咱拄仔一开始讲起民主民主。台湾人活伫这个现代世界，咱嘛有真侪悲哀，
嘛真侪咱感觉真痛苦、无欢喜的所在。咱的世界常常真侪虚假、挂面具、无真实对待。咱的政治生态、咱的政治环境嘛真歹，统治者常常看到就是骄傲的面、傲慢的面，人拢用这种面互相对待。总是咱知影，人是有可能真实对待的，会当将迄假面具摕掉，会当将迄个爱民主的心摕掉，真实互相对待。总是咱基督教的信息甲咱讲，这种真实的对待，往往是因为上帝先用恩典对待咱来带来。当咱真实甲上帝当头对面以后，上帝恩典的记号要开始对咱带来改变。这个改变，互咱大心做一个真实的家己，用安尼来对待别人。伫上帝恩典中间，咱领受祝福，互上帝改变，重建咱家己。这个新的家己，才有可能去面对咱的人生的挑战。教会就是一个咱甲上帝相拄的所在，信仰团契也是互咱伫彼此中间看见上帝面的所在。希望咱通过咱的基督徒的生活、教会团契的生活，常常甲上帝相拄。上帝主动甲咱相应，上帝愿意接近咱，甲咱相拄，帮助咱经验到伊恩典的记号。伊的恩典的记号也要留伫咱每一个人身躯顶，互咱知影，伟大以后是上帝陪伴咱伫奋斗，伫面对咱的人生的困境。这种的经验会一届搁一届深化咱的信仰，帮助咱行头前人生的道路。希望咱就会通过雅各的故事做伙学习，也做伙来成长。伫人生侪挑战中间，不断敲找经验着上帝恩典的经验，来真实找到家己，来面对咱人生头前的路。咱三个阿头来祈祷。恩典天堂的上帝，阮感谢你，通过雅各的故事，互阮也反省阮每一人的人生。有时阵，阮活伫虚假的面具的后面。也有时阵因为爱民主，无法度真实面对家己；搁较因为阮的罪，阮毋敢面对你，面对别人。主啊，恳求你主动来亲近我，主动来挖掘阮，用你恩典的手来摸阮，来改变阮，互阮通过常常伫教会生活，伫阮个人生活中间，因为甲你相拄的经验。互阮得到改变转化，旧的我变做新的我，互迄个雅各也会当渐渐转化变做以色列。主啊，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人生的道路，恳求主你的手亲自来扛阮每一个人，互阮伫台湾这个社会面对侪的挑战、虚假的文化中间，互阮基督徒因为阮的真实。也会当带来新的文化，带来水的见证。阮献上阮的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